大佛禪院，峨眉山嘅朝聖起點與禪意秘境。大家好啊！咁我上次就去咗峨眉山登金頂，而除咗峨眉金頂之外就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座全亞洲最大嘅十方叢林之一——大佛禪院。呢座禪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萬曆年間，由無窮禪師創建。喺抗戰期間，呢度仲曾經守護過故宮嘅文物。而我哋而家見到嘅建築群就係1993年遷建重建嘅心血之作，然後喺2008年正式開光迎客。整個禪院佔地近700畝，從山門到藏經樓9進10重大殿沿中軸線逐級升高，33米嘅地勢落差令殿宇層層疊疊，遠如山立。呢度嘅建築藏住好多巧思，普賢殿全由花崗岩堆砌，5層殿頂復刻5佛金冠嘅形制，殿中巴西花梨木精雕嘅殿中殿堪稱建築嘅一絕。而大雄寶殿入面嘅佛像係用千年香樟木雕刻而成，陽光穿過窗棂灑喺佛身上，莊嚴中更添溫潤。不過最震撼嘅仲係要睇觀音殿入面嘅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500幾立方嘅烏木精雕而成。行近啲仲可能聞到天然嘅木香啊！如果話殿堂係淨土，咁中間嘅園林就係鮮活嘅人間。三大放生池原地勢排列，好天嗰陣各蓮池可以倒影金頂嘅奇觀，池邊嘅桂花香亦都可以飄滿整個禪院啊！而行到攰就可以喺圓覺山房聽一段佛樂，飲杯禪茶。江南式嘅雅致同埋禪意就喺呢一度完美咁樣融合啦。從明代古址到今日嘅道場，大佛禪院藏住峨眉山嘅初心。免費開放嘅佢，唔需要匆匆忙忙趕路，只需要喺鐘聲裏面尋片刻嘅寧靜。大家喺登峨眉金頂之前，先嚟呢度沾一身禪意啊！而假如你覺得沾一身禪意都唔夠嘅，仲可以嚟呢度拜門學師。峨眉派，峨眉派，你呢度就可以去拜門，入呢個峨眉派學功夫，係咪？學武功啊！嗰度係真係可以學㗎，嗰度啊，即係食過下椰粥嘅喎都。好啦，今次嘅峨眉派之行就到呢度，記得關注我，點個讚，下次再見，拜拜。